爱食甜的民众哦，就要特别注意。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近认定讲，包括冰淇淋、橡泥糖，甚至零卡可乐，拢有啉做的甜味剂阿斯巴甜的成分，这可能会引起癌症哦。所以按算7月，特别甲阿斯巴甜来做可能的致癌物。想要食甜的物件，啉饮料时阵，佮惊大口，就会选择讲是无糖、零卡的可乐，或者是extra橡仁糖，也佮有用代糖的饮料。毋过，因拢有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甜是一种互食品广泛运用代糖。毋过，最近世界卫生组织下骹的跨政府单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伫开会议讨论了后，认定阿斯巴甜可能对人类会致癌。调查结果会伫7月14正式对外公布。It seems like everything causes cancer these days, so I kind of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Diet Coke completely. WHO 下骹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将每一种可能致癌的物质，照危险的程度分作5类。阿斯巴甜这种物质对人体致癌的可能性较低，而且在动物实验当中，致癌性证据也佫无充分，对人体致癌性的证据也佫有限。For people who have diabetes and who like a sweet drink or something with that sweet taste, it's going to be a bit of a kind of a wake-up call and maybe cause them to rethink some of the dietary choices they've been making.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即摆讨论，指根据公布的证据，评估亲像阿斯巴甜是毋是对人体有害。另外，人体摄取偌济量是落伫安全值内底，无伫即摆考虑范围内。另外，因吸收安全值的定义，主要是由 WHO 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甲国家监管机构所决定。国际甜味剂协会认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判定无够全面，可能误导消费者。按过 WHO 伫5月发布的新的指导方针，也建议消费者唔通用代糖来控制体重。公视新闻新竹配编译。